比人個景入邊，原來就係有個咩啊？呢個咁靚嘅哈比人個景入邊，原來就係有個咩啊？溫泉。溫泉啊！呢度有個私湯嘅喎。入邊真係有好啦，水入邊望下先。哇！你望下，先講下民宿有咩活動，除咗有私人溫泉，仲有親自製作非遺七仙。OK，慢慢去轉係啦，慢慢轉，係啦，靠顏色咁轉，慢慢轉。好，咁我哋可以民宿獨有的採茶活動，採茶的小朋友，好唔好玩啊？採茶，第一次體驗採茶。呢個係火嚟。今晚我哋就喺度獨享私湯啦。夜晚預約之後可以獨享私人溫泉。咩嚟㗎？謙謙，呢個火嚟嘅，小朋友可唔可以搞啊？可以。撈魚。又嚟啦！我哋一齊入嚟先。呢個就係今次我訂嘅房間，有一房一廳。咁呢一個位置呢，就係個廳嘅位置。民宿採光度十足，除咗客廳，仲有個房間。房間採光度都係十足，可以270度望到民宿田園嘅風景。呢一邊就係個衣櫃，我哋今次訂嘅係2張雙人床嘅房間。客廳仲有張梳化同埋工作台。至於呢一邊就係洗手盆嘅位置，亦都有提供到梳洗嘅用具。呢一邊就係座廁同埋個沖涼嘅位置，座廁係智能馬桶，仲有個花灑，亦都有提供洗頭水、沐浴露。出返嚟客廳呢邊，就見到仲有一個陽台，露台嘅風景都係十分之壯觀，可以見到民宿嘅風景啦。咁呢一度仲可以晾衫添。管家會將下午茶送到房間畀我哋享用。民宿嘅 mini bar 係免費享用嘅，仲有好好飲嘅椰汁添。民宿仲好貼心，送埋牙線棒。落到樓下就係沙池，小朋友最鍾意玩沙啦。而且我哋都好鍾意呢一度被綠色包圍嘅感覺，周圍都係綠色嘅環境，令人心情都好放鬆。1 hour later， 晚餐嘅食物都好高質，我哋喺民宿入邊嘅餐廳享用。我哋嗌咗一個蒜蓉粉絲蒸娃娃菜，一個臘味飯，同埋仲有一個湯，食物味道都唔錯。茶樹菇排骨湯。later， 今晚嘅糖水就係銀耳羹，都係管家送到房間嘅。 tomorrow， 第2日就嚟到餐廳食民宿提供嘅早餐。早餐就先上咗皮蛋瘦肉粥，同埋仲有一個黑豆漿。呢個早餐係9宮格早餐，好豐富。你食邊樣先啊？你食邊樣先啊？民宿提供嘅9宮格早餐，除咗精美之外，亦都好有營養，有肉類、水果、蔬菜，仲有包點。呢個軟腍腍嘅饅頭口感真係唔錯。食完早餐之後，小朋友就去咗進行鍾意嘅活動啦，又去撈魚。
呢度仲有好獨特嘅黑沙喎。這醫生真的之後去參加民宿嘅炒茶活動，我哋可以學習如何去炒茶。綠茶，把它的水分给蒸發出來。好熱嘛？現在還好，原來它們以前是水分。採茶、製茶同埋炒茶，小朋友每一個過程都有參與，每個步驟都有工作人員耐心嘅指導，最後將茶葉炒到乾身。多謝你哋嘅熱情款待。